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，37节到45节。耶利米書30章12節到22節。約翰福音第1章第8節到12節。今仔日要給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順著光。咱知影燈的發明是因為人想要佇迄個黑暗中來得到光。其實早期農業時代，人並無有遮爾濟需要太濟的這種輔助的燈。漸漸進入佇人的需要佇這個暗時的行動，所以這種燈的發明就非常重要。早期是對這個需要，到現在的這種來炫耀，這種像咱看到足濟迄種歷史的建築，或者是講特殊的建築，或者是一寡迄個節慶的中間所需要的燈，攏是為着要吸引人的這個眼目。所以咱知影光是要互人來軍隊，就好像咱講天頂的啟明星，就是要為着互迄個東方的外邦的術士，互因看到，並且來軍隊。也好像親像佇出埃及的中間，上帝日時用雲條，暝時用火條。就是要帶領以色列人，互因會通順着這個火條的光來進前。對遐個無要軍隊的人，上帝透過先知耶利米安尼講，耶利米書30章12節到22節記載，上主要對於錫安的人民講，恁受的傷袂醫治。恁的空喙真傷重，恁受傷害，無人替你辯護嘛？無藥通互恁醫治。你的愛人攏袂記得你，袂閣來追求你，因為你的罪真重，罪惡真濟。我打擊你，親像對着地拍你，殘忍刑罰你。你是安怎？因為你受的傷，將害話休講，你的痛苦袂醫治，因為你的罪真重，罪惡真濟。我才安尼對待你，但所有吞滅你的，要受吞滅。你會對着一個一個攏要受掠，掠恁的要互人掠去，搶恁的要誠做拿物。雖然人攏講錫安是受放殺的，無人要插伊，毋過我要醫治你的傷，互你的空喙生肉過皮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講安尼講，看，我要互雅各的子孫倒倒來，要憐憫因受毀壞的家園，城會佇原來的土堆頂面來重建，宮殿閣起佇原來的所在，遐的居民要發出感謝歡喜的聲。我要互因的人口加添，袂減少；互因有尊嚴，袂閣受看輕。因的子孫要親像早時赫爾強盛，因的國家會受我看顧得到徛在。所有壓迫因的，我要甲因來刑罰。治理因的是因家己的人，因的統治者是因的同胞。我要互伊來親近我，
你嘛会来亲近我。若毋是安尼，啥人敢来到我的面前？上主安尼宣布：恁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看啊，上帝受气亲像暴风发出，是毁灭的光烈风，是扇歹人的头壳。上主的受气未消，直到伊的计划完成，伫将来日子仍旧明白。咱看见光，无要军队，无要遵行的人，就必须爱去面对家己所选择的结果。但是呢，若是愿意悔改，就要搁再一届转来伫迄个正道顶悬，并且甲上帝有正确较好的关系，会通领受到救恩，亲像耶利米先知所讲的。另外，咱来伫约翰福音12章36节到43节的经文，看到约翰安尼讲：趁有光的时，就来信光，互恁通诚侪光明的人。这话讲煞耶稣离开因密起来。虽然耶稣伫因头前有惊遐济信者，也毋信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得到的信息？主的权能有对什么人显示？因袂当相信的原因。以赛亚有安尼讲：上帝互因的目睭未看见，互因的心耳正免因的目睭看见。因的心明白来归向我，我就甲因医好。以赛亚安尼讲，是因为伊有看见耶稣的荣耀，才讲关系伊的代志。虽然是安尼，还佫有真侪犹太人的领袖信耶稣，不过因为法利赛人毋敢公开承认，才免受赶出会堂。因爱人的称赞赢过上帝的称赞。犹太人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因却因为家己的骄傲，因为众人的眼目的压力，拒绝接受耶稣是基督，承认伊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拒绝耶稣基督的光跟对伊来行，就亲像遐个外邦的术士。因若无军队迄个启明星，就无法度见到迄位伫启示中的新生王，就无法度领受救恩。亲像诗篇105篇的经文提到着上帝引带伊的子民，互人要行伫上帝的光明的道路，正做光明的人共款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，37节到45节。上帝引带伊的子民，认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的中间保养伊的作为，就对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，就看耀伊的圣名。愿追求上主的人心欢喜，就挖过上主给伊的权能，不是找求见伊的面。伊牧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竞选雅各的子孙啊，因着想念伊奇妙的作为，想念伊新约甲所判断的话。伊是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伊的审判普及全地。会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，伊的永远直到万代。
伊会记得甲阿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对以撒所立的誓。伊将这个互雅各做规例，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。伊讲：我要将迦南地赏赐互你，做你应得的产业。伊带因出来，带银带金，伊的支族中间无一个软弱。因出来时，埃及人大欢喜，因为埃及人真惊因。伊用云甲因遮，眠时用火甲因照。因一个球，伊就互因吞飞来；佮用天的食物，互因食饱。伊拍几石盘，水就冲出来，正做河流流过旷野。因为伊会记得以前的应允，会记得伊仆人亚伯拉罕。伊带伊的子民欢欢喜喜出来，带伊的竞选的子民唱欢喜的歌向前来行。伊将列国的土地赏赐互因，互因承接别个民族劳苦得来的财富，当互因遵谈伊的规例，遵守伊的律法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主赏赐阮光明，因带阮行光明。也求主帮助阮会通成做光明的囝，离开黑暗，努力成做世界的光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